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月22号。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较分享的圣经是诗篇19篇，尼希米记第5章第1节到13节，路加福音第2章39节到52节。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难题。人生总是有一寡困难，有一寡难题，会通讲这是人生必经的功课。人生的难题有因为大自然的关系，也有因为生活，也有来自伫这个政治，甚至咱讲对长官这个官长、这个官员来。前几天伫太平洋一个小岛的国家叫做东加这个王国附近发生海底的大地震，引起了津波。王国中间一寡岛屿也差不多去互这个火山以及五层楼以上会悬的这个津波来引起。对伫天灾的难题，除了对经验中学习一寡经验来避这个灾难以外，更较需要来祈祷、恳求上帝怜悯甲看顾。但是对伫人，特别是对政治执政者所带来困境难题，咱是爱祈祷，互公义来出现来处置。最近伫台湾对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一直到现在看到其他阁增加2个县市的市长、县长因厝里人的土地房屋违建乌白开垦等等无公义、无公平的事来发生，互咱看见对人所带来的难题是搁较歹去处理，因为人无公义。咱也讲到尼希米先知伊的勇敢、勇气。虽然伊正做一个皇帝的守正，但是伊来对敌的统治者来请求这种的恩典，会通互伊去重建迄个代表以色列国精神的耶路撒冷圣城，这是个另外一回事。但是咱看见皇帝应允，尼希米会当倒转去伫犹太地来重建圣殿以外，阁派军队来保护伊，也出着调命，互尼希米会通取得建材并且有路权通去经过，会转去故乡。事实上，伊转去到故乡了后，耶路撒冷圣城的重建困境难题嘛，才拄开始。包括当地长官、这官员，可能包括当地留落来这以色列人，甚至咱咧讲有可能拄着这个食物欠缺等等的问题，拢是伊会拄着的代志。咱看圣经的记载，讲过了一段时间了后，有真侪人，有男的，有女的，因开始来抱怨因的犹太同胞。有诶讲，我有遮尔大一家人需要粮食来食，才会当存活。有人讲，我必须爱来抵押我的田地、泡汤圆、我的厝体，才有够额的粮食来互巴肚食饱。也有人讲，阮必须爱借钱来合田泡汤圆的税来互皇帝。阮甲阮的犹太同胞拢是同一个种族，阮的儿女甲因的儿女无啥物差别，
但是阮却去互逼甲无法度，叫阮的儿女着爱去做奴隶。阮的儿女也已经袂做奴隶啊，阮拢无能为力，因阮的田地、葡萄园拢去互夺走啊。即种的抱怨纷争的情形，确实发生伫迄个所在咧重建圣殿的人身上，是毋是合宜呢？当然，咱看见讲，遮个纷争的人是无有即种的思考的。遮做遮纷争的人，因无安尼咧想。好若亲像咱头前所讲，遮个侵占土地的人，当迄个事了后，以色列人来讲，遮个做法有可能当初是对因来讲，会通是讲唯一解决的方法。但是因一面做，却着一面来埋怨。当然，这也毋是面对困难的一个应该有的态度甲生活方式。了后，咱看尼希米安尼来对当地遮个长官来讲，我听见因的哀歌，甲因的埋怨，非常受气，决定要来解决这项代志。我谴责民众的收敛甲夸张，恁竟然剥削家己的同胞。我组织群众开会来处理这个问题，对因讲，我捌尽最大的气力赎回迄个无不得已卖身互外族的犹太兄弟。现在恁竟然强迫兄弟出卖家己，互恁。互家己的犹太同胞，领袖点点无讲话，因为因无话通讲，所以我又搁讲，恁做这个事实在毋对，恁毋是应该敬畏上帝，去做应该做的事吗？毋通互咱的外族对敌有任何的借口来踢笑咱。我捌借钱借粮互同胞，我的朋友甲工人也捌借互同胞。现在，阮要甲所有的债权来拢总来去除，取消因所欠缺的一切的债务，无论是钱是粮是酒是油，拢无需要互因还。着爱即时将因抵押的田、葡萄园、橄榄园甲房屋来还互因，因为这个拢是无公义的事啊，甲做法。上帝的仆人着应该爱亲像尼希米共款，对于伫无公义的事，爱公开来谈论，并且爱提醒，甚至来指责因是做了毋对的，并且要求因来守这个誓约，无搁再欺压人民。难题有诶时阵是人家己去找出来。这两天读到一篇诶文章，伫美国有一对年轻对小学的熟悉恋爱，一直到结婚了，即马有6个囡仔。无偌久之前，太太怀孕有第6胎，了后去检查确诊得到武汉肺炎。伫咧怀孕的过程中间，肺部感觉真痛，杂杂无爽快。真努力了后生产，这个年轻的母亲因为武汉肺炎来过身，留了6个囡仔。先生表示，因过去因为宗教的教育，互因拒绝这个接受疫苗的注射。但是当因太太离开世间了后，先生决定遵照太太的意愿，带因全家去接受这个疫苗。上帝互咱盼望，也互咱有一寡方式去避免人生所拄到的难题，亲像武汉肺炎。
但是咱要安怎用上帝智慧来思考，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啊。亲像耶稣基督伊留伫耶路撒冷，甲经学士的对话共款，真侪人拢互伊的智慧受惊，因为伊有上帝的智慧。圣经甲咱讲耶稣的心体甲智慧做伙来成长，得到上帝甲人的欢喜。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咧面对艰难的事，咱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心志，追求上帝的智慧来面对咱的困境甲难处。咱做伙要来读诗篇19篇。天宣布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伊的作为。即日要对迄日讲话，即暝要对迄暝传播知识。无言无语，无声无说，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片，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亲像选手欢喜行伊的路程，对天的即边出来，射到伫迄边。小气来普及万物，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快乐。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智慧的人得到智慧。上主的律例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诫命纯洁，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上主是纯真，永远无改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完全公道，比金比真济的纯金较贵重，比蜜比纯的蜂蜜搁较甜。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守诫命就有大报赏。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的过失，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求你毋通容允罪恶管辖我，我就正找无通指责的人，袂犯重罪。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恳求主爱的天父，你通授予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通用你智慧的眼光来看阮生活以及所拄着的难题，互阮愿意倚靠你，毋是靠家己的快乐。求主看顾帮助阮，祈祷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